欢迎收看《印象公与义》，我是周族的高慧君，白泽亚达乌安娜。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影片是阿密斯嘎更的五月音。在台东都历部落，阿密斯嘎更乐团成立于1999年。这是一个致力于传统乐器的开发与创新的团队。这样的团队有今天的成绩，团长少多玉老师功不可没。少多玉老师平常会利用时间去部落采集即将失传的古调，还有乐器的制作，并且教导自己的学生使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自己使用的乐器。我们来看一下少多玉老师跟阿密斯嘎更乐团他们的故事。传统音乐跟我们现在的一般性的音乐其实也还有区别。大部分的人看到嘎更就觉得它呈现了很传统的表演。应该说，嘎更是抓到了某种传统，或者更精准的一点说，他为观众创造了观众心中某种想象的传统。那有人质疑说，这个乐器是不是阿美族的乐器？创作是持久的，表演也是持久的。做了以后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继续要坚持下去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放着不用的。假设今天你代表台湾去表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那个传统的那个乐舞的呈现，我觉得那个根本的精神，我觉得要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只是一个在这个尝试，只是一个尝试。Ya yung jiu hachining sa tapangay mirararyo niya to kisotono ka kangahawi ikere kisososonen。妈妈说是，通常是舞是呈现欢乐，你巴哈就是那个欢乐喜乐的一面，所以通常
不见得会全部都会唱歌，但是一定会全部跳舞。所以这个舞蹈在阿美族来讲是很重要，是呈现内心喜乐、这个愉悦的这种心情。所以这个会唱的人一定会跳舞，那会跳的人不见得会唱，所以显然一定是有会唱歌的人领着一群人来跳舞。所以这个舞蹈在整个乐舞里面是一种，是舞者要把歌的意境呈现出来。这个乐舞的肢体动作是不是跟我们的农作？他说是不相关，但是因为阿美族是生活的人、工作的人，所以当然那个舞蹈呈现的东西也是跟工作生活是一致的，所以但他不能完全解释说，我现在的动作可以放在舞蹈里边，不是，而是阿美族不论是舞蹈或是生活、歌谣，都是跟生活、农事都有关。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农事也好的这些动作也是生活的一环。它所有的曲目啊，都是传唱部落的歌嘛。那我们之后发现，就是童谣是一个很好的延续下去的一个曲目，所以开始就是用以前童谣就只是唱而已，所以之后就用竹钟跟木琴来做旋律，然后放在我们的曲目当中做练习。是不是很可爱？不是，哈高音，哈乌安吼呀，就是来小猪高一点，哈，那你就低音的好。1、2、3、4个男生，哈乌安吼呀，哈乌安不准笑呀，对，来跟平来一起唱，哦哈呀。那跟我们的排底跟西洋的排底不太一样的地方，西洋的排底是低音在右，它是这样。你好好看，所有西洋的排底都是这样，而我们是低音在左，啊，由左向右这样演奏的。我们的排底制作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小排笛，你就可以想着，哎，它可以吹不同的曲目。在地的材质，原来以前应该我们阿美族很早就有了，它不是这么多管，是我们为了现在演奏的需要，把它可能4、5管。他会说好，噔噔噔噔噔噔，那另外的人听到了，来回应，这种信号。回到家了以后，在回家的过程里面，他一直这样，孩子一直这样吹，妈妈还老远就听到我们的孩子回来了，这是属于他孩子的信号，告诉别人说我在这里，也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在这里，这是他自己的信号。所以要感谢上帝提供这么多的蛮坑蛮谷的材料，我们马上去拿材料，马上制作乐器。还马上。哎，磨底，还有竹钟，走吧。我的顾问，所有的不管是文化、音乐的顾问，就是那个妈妈后面这个马牧是所有在咨询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角色，是有没有对，回答对了以后才做。你们的竹钟变音的变音，然后破掉的破掉，所以要准备要换新。我要带2位勇士，要去取材。这些过程里面，我要告诉各位，取材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要感谢上帝？Mana hamakan ko ma ikakalan sa hoy na hanyo ching na ko pa ini ay pauli pa ito awor to fitunay. Sakang ay numita ila ko awor sa nga to nini o kakang. Yahaw. Ay. Saka unini alingat ato ano sa ni hawi. Mati ko tatusay pakalungay no niara. Ni ala tauli tira timor. Wala timor ha 南边叫 timor. Ila ay alo-aloan. Alo-aloan 是什么？河流。好。Ini alo-aloan kami kirim to hasapisang awor. Awor 是什么？竹子。Atau sekarang ngain minta ira ko awal misalnya tukakeng kakeng 是什么？竹钟。第步路，我们给它多好。磨笛。所以这各类的乐器都是从这边做。马登古比阿拉查嘎拉，所以阿美族没有浪费的概念，那个是刚刚好的意思。所以阿美族说，
拿东西要刚刚好，所以那个你们那个鱼篓做的怎么样？也刚刚好，不会做很大。所以阿美族是拿满了以后怎么样？回来了，不会说我还在拿大一点再装，没有。我要教青少年这边的孩子知道材料怎么取得，然后要找到什么样的适合的材料才可以做竹钟。次组可以做模底，我等下马上现做一个模底来演奏。所以现在3点半 ，OK， 出发，为我们祷告。青年了以后，自己要有一个配刀。我们阿美族这个不叫凶器，这个叫工作刀。我们的工作刀哈，它的刃只有这一边，然后这边是平面的，这叫工作刀。如果两边都是斜斜的，就一般的开山刀的话，不能够做工作哈。现在看一下哈，我们一定要什么样的材料很好，看一下。那边又不是红色的，已经红色的，买个塞都过来喊。所以那个一定要拿到这样的材质，大概在阴干，让它颜色退掉，到熟了以后，也就比如说它干了以后，就可以制作乐器。所以我们盖房子或者做什么东西，都要以买个塞4年组，4年至少4年组以上啊。OK， 好，我们往那边下去。好，跟着我下去。这个呢都可以做排底的材料，像这样的，这个做排底。所以这边有很多这样的材料。所以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先取材，然后先阴干，就用。像这个呢，我们可以拿在做，我们在比如说做大竹钟的时候的组合的这个夹片的部分，所以这个呢很漂亮。所以你就从根部到它完全，你看到这个为什么都没有枝子，就表示说，以前我们老人家很厉害。我要拿没有枝子的部分就好了，到有枝子的部分以后，它就变小了，所以就从那边把它锯断。锯的时候手要小心。这个可以做嘎更，我现在手上这个呢是要做模底的材料，这个做排底的，这个是组合。竹钟的材料，那个也是模底。这个是模底，所以等一下，我们马上示范做模底。好，我们先抬回家。很多蚊子哈。这个虽然有一点点，它是自然干裂，没有关系，我们要用现代的这个快干，就可以把它补一补，它就可以做成。团长教这么一次，希望你们马上有概念，以后模底要自己处理。这团长，我现在手上拿这个呢，这个叫做刺竹的枝子，也就是刺竹的枝子，像木头的枝子一样。那如果我们从底下这样长的竹笋，那就不止这么细，还一定怎么样？很粗的。所以拿这样枝子刚刚好。我们的乐器的概念是这样，我们的竹钟也是解的概念，排底也是什么概念？解的概念。这个不叫长节竹，这个叫刺竹。好长哦，对，你看它其实也可以做排底。那我们现在做模底，看好哦。模底它可以这样一节一节，有没有？好几节这样。那我们现在要做一节，看好。这是模底，模底呢，不外乎就是里面有膜。竹子的膜，怎么样找到膜？看好，这个就是膜。那这个膜呢？有一个位置。对，这个是膜。那这样就可以做乐器了。比如说，好好看哦。这就是乐器，那你也可以这样吹，有没有？还可以这样吹。
很尖，那我要厚一点，那就是再拉长，也就是说，抹的长度就要拉长，它的声音就是自己做，就比较厚一点。哪一个会做？你要吹磨底，它是有一个概念要看，哦。他写那个，也就是说，它的张缩，它就形成一种共鸣，一个捏压，这样有没有？我把它捏成这样啊。我也会啊，都会了哈。其实我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自己跟他一起生活，我就看到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光从取材好了，我们到山上去取材，我感动的是什么？那个漂亮的竹子，还在长大的竹子，他绝对不拿。他什么时候去取材呢？就是过完台风，然后那个倒下来的竹子，他就会把它聚起来，他要的。你知道他要带走以前，他都讲一句话，他说：“谢谢天啊，谢谢这个大地滋润，以至于有这么漂亮的这个竹子，不管它是这个哪一种材料的竹子，他就说我要把你带走，我给你发扬光大。”我在旁边听的人，我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毛病？他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像个孩子。他那个讲是讲嘛，赤子之心嘛，他说我把你带回去发扬光大。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说，这个都已经快要烂了，你要带走干嘛？你要嘛就要拿这只这么漂亮的。他说这个还在长大。我们阿美族以前早期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最需要的建材，叫做赤竹。我们阿美族称比图奈。比图奈就是它，因为它质地非常的坚韧，然后如果呢处理得好，也就是在根部的部分呢，那个节已经很短了。它的实心差不多要实心，里面那个洞啊变得这么小了，这样保存的好的话，你永久保存没有问题，只要不风吹雨淋日晒。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来拿是要立秋千，跟要做一个乐器叫做卡更，做竹钟的这个材料。所以英硕等下负责拿这个做竹钟的材料，我要负责做秋千的材料。好，分工。好，纵使这个团体有了竹钟，但是你不能一直打竹钟啊。你还要必须有木琴，还有节奏的乐器啊，所以，我们不单只有竹钟，就是有多的节奏乐器嘛。所以一般的乐团，它可能没办法处理到，哇，这么多东西，一下又有这个打的部分，就是有皮鼓的部分，还有竹钟，那我们现在还结合藏铃，更要结合什么呢？其他小型的，比如说口簧啦。鼻笛啦，还有弓琴，那东西都要组。那你如果只有竹钟、竹鼓，这个音乐性会比较单调。40-50次，至少有20每场以上。
我终究觉得原住民是丰富的族群，它跟族子的关系渊源很深，所以我们本来就跟族子有关系很深的民族，在不管是生活上、音乐性所使用的东西非常广泛，所以我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传统乐器，然后努力的做，来加以传承。因为阿美族说，有歌就会有舞。那在这个呈现的过程里面，阿美族绝对少不了器乐的呈现，所以有歌有舞，就一定有器乐。这里可以看到美丽的。很兴奋，然后又很期待，很期待可以去表演。很紧张。第二次来了嘛，想看看说，大家可能之前有看过，然后再看到我们的感觉。那是3年前我们有来过这里，对。然后希望，因为这次是另外一些团员过来，所以我相信那个搭配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因为之前是我们一团来到这里，是比较熟练的，对。这一次是第几？这次是二团，对，2团出来，对，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有活力，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活力，在台上的活力这样。前面一点，乐器可以打开了，乐器可以打开了。So many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not only people of Taiwanese background, bu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come to Toronto and come to Canada, and they'll now be able to learn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t culture and artistic heritage of Taiwan. One of the 13 Aboriginal groups in Taiwan, featuring the best Aboriginal cultural dance group in Taiwan. 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a group founded by Saw Toy in 1999, whose music has performed at the 1996 Olympics, the one and only world famous Ami Kekang.
开场就让人家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撼，特别它的节奏性的东西，我不知道原住民的一些音乐啊乐器，居然能够表现出这种感觉，跟以往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感觉差异蛮大的，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 I was most impressed with the bamboo instruments and all the use of bamboo for rhythm and bamboo nose flutes and mouth flutes and how the bamboo percussion is mixed with the melody and the singing, and it's very vigorous and exciting music. 以前在台湾是没有看过，我在台湾大概我这几年才移民过来嘛，但是这个乐器我在台湾我是没有看过。我想我第一摆看到因的乐器，敢若甲较早个无啥共款。 每一位团员，他们是竭尽所能，用信仰的方式，用神的方式来演出。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来次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Let's go. 这个地方给各位报什么喜讯呢？台湾的喜讯。 And they're here to tell everybody about the good news that they are bringing. And the good news is a good food, good performances from Taiwan.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喜讯，嘎更乐颂。 When I'm watching Amis Kakung performing, it's very, very inspiring to see that it's very similar to a lot of the Aboriginal groups here in Canada. It brings out a lot of the very international quality of Aboriginal culture and the fact that Aboriginal culture really needs to be protected and that Aboriginal rights really need to be spoken about and promoted. 他们的表演，然后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他们的文化。就以前都有台湾的朋友，但是都没有这样深层面的了解过他们的文化背景啊，或者是他们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今天看他们的演出呢，发现他们真的很厉害，然后那些乐器都是我没有见过，然后也是头一次听到。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今天的音乐啊，他们今天的文化啊，他们今天所带来给我们的震撼啊，都是无人能比的。 Very strong, some similarities, and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your finger on exactly what it is, but maybe it's the way it reaches out to the heart and soul in a way that no other music does. And but you can always tell, you know, you can be blindfolded and listen to the music and say, that's Aboriginal music, that's First Nations music.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s from the outskirts of Taidung or Eastern Canada or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大家，谢谢。我们现在要去温哥华岛，听说要坐船去，好期待！听说是连车带人坐上去，超期待。这个是之前来过我们这边的。他是谁？2年前。他们好像是从南部那边来的。我忘了他们叫什么。他们没有，没有留。一共有20几个人，还有10几个男生住我家。哇，我们11个人，我们精英部队。他们有12个男生住我家，然后还有女生就分散各地。那我是觉得说，干脆把你们集中这样比较好。对。比较方便，就是比较挤一点，但是比较方便。怎么称呼你啊？你们来一起。我叫林太太。静。啊，静。那个是我先生，大力，我叫静。谢谢。谢谢你们来。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认真的来欢迎我们，然后很认真的来给我们要全力以赴，哪怕我们鼻塞、鼻子不通，我们鼻涕还要吹出声音。我们要用10般的热情，代表台湾原住民传递信息，报喜讯给在这边的原住民朋友。嘎更要加油！这个表演比任何表演都还要紧张，真的。Tonight is a special occasion because we've invited some special guests to come visit us. They come all the way over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from Taiwan. And these people are Aboriginal people like us that are from Taiwan. And so we welcome the Taiwanese First Nations people to our territory. And before they come on, we'd like to do a welcome for you in our traditional way. It's to do a dance and to sing a song of welcome this evening. One more point of business that I'd like to bring up is that admission has been by donation. And that donation, it all goes to the Taiwanese group to pay for them to come over. It's very expensive, as you know, to travel, and we appreciate any donations that you can afford to give. The welcome dance.
Today, under the assistance of our friends here, and then we are able to have them come here and share their culture and music, everything with everyone here. We'd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territory of the Comox people, 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culture with us. We feel that the dance and the music is really important, just like for our people, as Aboriginal people, carrying on our traditions amongst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happen in our day-to-day life, being able to carry on our songs and dances and teach our young people how to dance, and to see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other Aboriginal people, Indigenous people sharing their culture and passing on their traditions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t's great to be able to share that, our culture, and be able to witness your culture. I felt really peaceful. Like I felt really peaceful, and then when the beat got faster, then I felt like I wanted to get up and dance.没想到是这样的慎重，然后也因为我们的乐器只有3组，所以没办法呈现得很完全。可是我觉得这个空间很棒，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空间，所以就算在没有音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很 OK。
Without you, nothing will be happen. Nothing can be happe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学音乐的人，然后能够做一个就是一个对话那样哈，就是西方音乐啊跟传统音乐的做这样的对话的话，可能会更丰富吧。其实嘎更的乐器如果找到很会编曲的人，它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交响乐。口簧，木琴算是打击的，但是它有主弦。那竹钟它可以有大的竹钟、中的跟高音的竹钟。节奏的部分有大铜鼓、三铜鼓、竹鼓，这些东西是打击乐，但是因为外加了弦乐的东西、管乐的东西，它可以成为自己单独的一种交响乐的组合。可是要能够找到编曲或是作者来做，这个很大的工程。大家早安，也 Hello， 各位早安。那这样好了，我们先排嘎更乐团这一看我们的协奏好吗？速度是 1, 2, 3, 4。你们要看指挥，不能比较慢，这样要看。OK， 等一下，你们平常是这么快吗？比这个快。哦，没关系，就按。我们会快点，等一下，看我的好不好？你们先看指挥，先乐团大团看指挥，看这里哦，看，我看看你们的速度 ，1, 2, 3， 新的，能听得到他们吗？我们以指挥为准好了，所以这个快了一点啊，指挥好不好？对，不要赶，不要赶，不要赶，好吗？这样舒服吗？可以吗？很舒服，很舒服。OK， 好，我们第一次到齐啊，重新认识这边的主人，高雄市立交响乐团。还有我们的主角嘎更乐团，从北部来的主角台北爱乐合唱团。我们先才我们唯一的一次的全部一起唱的那首歌叫《欢乐的一天》，欢乐的一天，欢乐的一天。想办法看到我好不好？谢谢。3, 4。
我所知道这是第一次，对，这是第一次。我想看那种，就大家已经国力全开，然后摩擦的火花。很期待，然后对，就是很兴奋，很期待。我觉得这是只是一个在这个尝试，只是一个尝试。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乐器这个感恩乐团的这个乐器，OK， 我们假设把它现在就做一个立足点，来，我们从现在开始，它当然需要被发展，它当然需要被发展。记得吗？我跟钟汉一直在讲，它能不能转调？也在音乐界，可能我很希望它如果可以转调的话，因为它现在演奏出来它就一个调，那西方乐器是24个调性。对，那如果它能够被发展成多元性的，或者是甚至我们的调性不要依循西方乐的模式去弄，做参考借助他们的方法来延伸出我们自己的系统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少东仪团长，也就是我们感恩乐团的团长，原创了3首曲子。今天呢，就由这3首歌和我们全台湾最棒的高雄市交响乐团，还有全台湾最棒的台北爱乐合唱团，还有由我们的台湾族，也就是原住民的明日之星吴朗老师一起来指挥，一起来联手演出。我们大家现在共同一起来聆听，到底原住民音乐和西方的交响乐共同鸣奏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响宴？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大家的共同联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知道你们心中都依依的不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如何能够让西方的音乐跟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的音乐，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自己的音乐能够撞在一起，对，而且还能够在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响乐的机制之下起承转合，那个东西是很难预见的啊。2月新春原视16频道，给您最原世界的晚间飨宴。除夕初一晚间7点半，百年下的歌声，民歌之父吴德夫与新生代音乐创作人阿洛一起带您从歌声中感受原住民100年音乐中最深刻的灵魂与梦想世界。新春后，全新一季8点打给我，继续陪您度过8点时光。不是一部刚才意思说，因为后你被超强的龙卷风，最部落的两性话题等您来扣印。明明是讨论排水沟，还要讲婆婆的事情。对。原视2月与您共度新年。像我这么好老婆，要哪里去找呢？欢迎回到《印象公与义》的现场。今天呢，同样的是由我们2位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们上礼拜见过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影片。首先介绍我们本片的导演李竹旺导演。慧君你好，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基金会的主任李彬荣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上个礼拜看了那个森巴的那个乐舞集，然后今天又看到自己就是来自于都兰的一个阿米斯卡更乐团的一个节目。其实，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似乎跟着他们一起到各个地方去做了一个旅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这就是纪录片的一个美丽。你可以跟牛镜头，然后跟着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紧张、他们的一切，然后到外国去跟大家做分享的那种荣耀感，我觉得好棒。导演讲一下这部片的一个历程。是，我跟这部片子来讲的话，是走了有1年多的时间啊。然后刚刚如慧君所讲的，就是跟着他们也去很多不同的场域啊，去做一些拍摄。那我觉得在我的跟他们这一段时间的拍摄当中，里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2个地方啊。一个地方是加拿大，跟当地的 Comox 的一个原住民团体碰面啊。那这个原住民团体当时他看到阿米斯嘎更在做表演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啊。那第一个他们惊讶的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阿米斯嘎更用所谓的就是竹木质的这样子的乐器来敲击乐器来做呈现的时候，他们过去是没有看过的。是好的，因为在他们 Comox 的族群来讲，离这样子的一个乐器来已经有段相当的距离了。那第2个部分让他们比较感动的是，
为什么嘎更阿美斯嘎更就是阿美族的他们的服饰，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配饰的东西，为什么还这么的手工化，还是这么的精致？是，他们是近距离的不断的在他们身上摸看，对。然后呢，其实加拿大这个 Comox 他们已经完全都已经所谓的就同化了，是，他们自己的背后的东西已经慢慢都已经看不见了。当他们看到说别人的文化、别的国家或者别的族群的文化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时候，他的位置在哪里？他会去思考，他会去思考啊。这是我的感动的第一个部分啊。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我在拍摄这过程当中里面，就是一支就是说这个片子是阿密斯的那个团长扫多伊先生，对，扫多伊先生，当时他就有心想要让嘎更的东西，看能不能够跟一些其他不同的一些属性的乐团能够结合啊。哎，正好在高雄这边，高雄市立交响乐团有这样的意愿，但是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达成这个可能性了。那我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原住民团体来讲的话，不管是用西乐或者任何的乐器来演奏的时候，都是演奏的是原住民的音乐，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音乐。但是并没有让我们台湾原住民自己的乐器的角色，在这里面。那这一次来讲比较特别的是，这次有我们台湾自己原住民的音乐的乐器，对，跟所谓的西方交响乐器正好结合在一起。而且是演奏的是阿密斯我们自己原住民的音乐之外，对，还让我们自己的乐器放在第一排。对，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形式跟尊重的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认为是还蛮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也看到阿密斯嘎更就是他们这里面每一个团员，从小到只有3年级。到成年人啊，到整个这样子一个年龄上的丰富的差距，他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兴奋，但是呢又很期待，多多少少还会很紧张，因为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你如何能够让西方的音乐跟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的音乐，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自己的音乐能够撞在一起，对，而且还能够在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响乐的机制之下，能够起承转合，那个东西是很难预见的啊。对。但是这一次的演出，在去年的5月的母亲节的那一天，在高雄的市立文化中心就完成了啊，就是有跨向了，让台湾原住民音乐有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跨向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能看得到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它的厚度、它的广度，基本上在这里来讲是让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我认为是在这里面。其实刚才导演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2个字，叫做尊重。其实我们已经连续讨论了所谓的传统跟创新，或者是异文化跟我们固有文化。对。其实我觉得文化之间，像台湾岛上就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文化存在。那如果说文化跟文化之间先以尊重为出发点的话，其实任何文化的碰撞，我觉得一定是美丽的。对。主任怎么看？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我是觉得，如果纯就欣赏者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是觉得是说，只要是好听，对，好听的音乐，对，然后呢，能够让人家感动的，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音乐。所以我们这次看这部影片。它的这个我们自己原住民，加上这个西方的那个交响乐这样子的结合，其实我们以聆听者的角度，光看影片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又觉得很令人感动的。那个感动很对，那很大的一个感动。对，我觉得这样子的异文化的结合，其实就是很真诚。对，而且最特别的是这群乐团的人，他们是看不懂乐谱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我觉得小多伊老师他真的一定费了很多的苦心。然后我自己在看片的时候，这是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分享。我自己在看片子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传统与创新，我们2个就做了一个辩论。那其实对我而言，那个竹筒或许在过去的板扎阿密斯他们的社会里面，它或许只有单个。或许只有2个，可是所谓的创新，就是它变成新的一个发声器的时候，传统还在，因为那是他们过去创造乐音的一个乐器。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传统的是那个竹子的那个精神，那创新的是新的年轻人加进来，一起去演奏这种东西。然后常看的片子，我就看那个竹子说，其实竹子就代表一个传统，包括你去学习怎么样去采集，然后少多余老师他去采集的一个态度，也是原住民的文化，不多拿，不贪，对，这就是除了音乐之外，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附加价值。导演怎么看？我们先这样讲好，你刚慧君讲得很好啊，竹子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很重要的一个，也许是生活上的器具，也许是建材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具啊。是。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从传统的故事来看过，来回顾来讲好了。本来这个所谓的嘎根的东西，基本上是阿美族他们的一个婚姻文化，就是一大早的时候，这家如果有婚礼啊，要进行今天的婚礼，是他们会用那个竹筒来敲地。是报喜讯的意思，是报喜讯。如果这家的家族够大，人口够多，他报喜讯的人就会更多，那个声音就会更大，声音越大。然后我们竹筒里面会有音高，对不对？因为它的节的高与低不一样，不同就会有高低。那人一多之后，就不同的音调出来了。是好，这个东西是传统的，就在那个地方。对。可是我们少多余先生团长少多余先生，他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就当时所谓的生活化的东西，把它聚集在一起，用一个就是让它能够有不同的音阶的一个呈现，让它成为一种乐器。它基本上是它的精神已经符合所谓的传统这样的一个意义。没错。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它这里面有创新的成分。对。它如果没有创新的成分，它如何去把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传统东西去变成是乐器？它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认为今天所提到的，我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一直在谈到的部分，在于是传统与创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这样说，就是传统与创新基本上是两个概念。是。但是两个概念一定要用二元的方式来看待吗？我不认为是如此。对。我认为是说这两个东西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合并成一起来看待？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能够在传统里面看到创新的那个元素在这里面，或者是我今天在不断做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有没有把我的传统放在我最基本的一个创想的一个因素在这里面？架构里面。对，我认为传统与创新基本上我们有的时候应该合并的去思考。对，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是这个样子，50年之后可能会变，今天的创新好了，50年之后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传统。是。可是我必须要讲，50年它还能够存在的情况之下，它必然有创新的因素在这里面。是。否则50年之后，你绝对看不到你现在当下的一个创新，消灭，它一定消灭了。对。任何的东西你都必须一定要有它那个创新的那个因素或创新那种发想。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么多的一个族群里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个传统。我如何能够兼顾我自己的传统，认识我自己的传统，然后进而把我的传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能够提出来，让这个东西有一点点改变，小小的创意，重点就是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跟我们社会上产生连结？是，产生连结了以后，很重要，大家就会觉得说会传播出去，会觉得有兴趣、有认同感，变成是一个传统。对，我觉得传统与创新这个东西，其实我喜欢导演说的说法，我们或许不一定要把它二元化去看待。那我觉得，如果说在50年之后，如果我们现在创新的东西它可以变成传统的话，我相信当初那个创新的东西里面一定是有很好的传统的基底，它才不会被比如说被批判掉啦，说你这个根本 no OK 啊，不 OK 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很 OK， 不要因为传统的传统，因为创新的创新去刻意的去做一个怎么讲隔离的话，我觉得这样会带给很多的新一代青年的艺术家也好，音乐家也好，创作者来讲也好，或许他们会有更大的勇气吧。我觉得，因为现在在部落里面有面临到很多所谓传统创新的一个争执，对。可是我觉得真的要就借由这部就是小多余老师他的一个努力，因为他也是每天要去做田野，只要一有空他就要
听老人家唱歌，我觉得这是他坚持他以传统为基础的一个地方。对，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我就是觉得，事实上传统它是不能够禁止，而且要越早投入越好。是。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在刚刚讲嘎更这个整个乐团有小到3年级就开始，对，如果你这个让他觉得很早就投入，越早投入，它其实是传承的。加上这样子一起的一个成长的话，我想传统和这个创新，它自然而然就结合在一起。对，而且他们可以一起平行的存在。导演是这样认为吗？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讲啊，台湾有这么多的一个族群，每个族群都有自认为有自己的传统，我相信绝对有的啊。对。那在于是说，台湾如何能够在这么多元的一个传统里面，大家能够兼顾自己的岗位，是，然后能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应该说水平式的一个连接啊，就是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我能不能够认识他这边的传统，做一些所谓的水平式的连接。对，因为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连接来讲，基本上就会有一些创想出来啊。当然我必须要讲，就是可能会经过一段的辛苦期啊，那个是一定会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一直觉得传统与创新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是那颗心在不在。对，没错。那颗心在的话，哈，对，传统与创新的东西，基本上你会找到一个出口。没错，一定会有个出口，会找到你一个发展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做一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在做创新了。那我做这创新之后，我可以听听看下面的所谓的观众会听着他们的回馈是什么。他回馈不好，我是不是要去改变？他回馈好，会加深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勇气去做一些改变，会做一些形式上的一些内容的一个形式上的改变。这样来讲，会不断的会有些东西的出来。如果你没有新的情况之下，我的传统再好，都还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让它能够有很好的呈现，没有传递，也没有办法让别人去了解。我觉得一个文化没有办法让人家了解是可惜的。就像每次出国表演的时候，你想我知道你是高山族，我都要跟他们讲说，我不但是高山族，我们台湾有多少个民族是不同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性。对，所以这或许就是当我们去做解说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创新。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全部岛上的都叫高山族，不是。对，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在共同的土地上一起生活。那我相信，传统跟创新的这个东西，其实一定不会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个结，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对待它的方式。那还是要谢谢2位，就是一起跟我分享这个很美丽的音乐方面的纪录片。其实现在部落里面呢，有非常多年轻的创作家，他们也同样面临创新与传统的一个挣扎。其实，如果我们的磐石跟海绵同时放好的话，其实磐石它永远不会变，海绵会因为我们每天的成长而变出不同的形状。可以再放空，可以再膨胀，可以再放空，可以再膨胀。那小多益老师呢，他带着小孩子一起到山林里面去寻找那个做制乐器的东西，那个就是传统的传承。或许不用太严厉的跟小朋友讲说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但是那已经是传承。刚才导演也说了，你的心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在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有创新跟维持传统的一个力量。那文化的碰撞以及接受程度在于互相的尊重。我相信台湾是一个多文化岛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我们的文化会因为彼此的尊重以及碰撞，会让这个岛更美、更丰富。我是高慧君，印象共与意，我们下周见，谢谢。
我是高慧君，白泽亚达乌约娜。本周印象公语艺节目将播出纪录片《练将》。透过极度贴身的镜头，呈现生命的不可预料跟不确定性。周三晚上9点，原是邀请您跟我们一同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唤起大家心中的公语意。其实哈，维持的维这样，他说哦，老师早点跟我讲，那根本是维士比的维嘛。国父革命，革命国父，国父被革命。灾民住在百合社区以后，他们都就是平安。受洗完之后说：“这位弟兄，你今天你还有没有醉？”他很紧张说：“牧师，我今天没有喝酒醉。”Namo Anudan, O Inirishnu Wawa, Yama Cikep Diamen, No Araku O Inirishnu Wawaam, Di Siratanang Akuman Wo Amung, Huwanamenam, Yamaraut O Ununudnu Wawa, No Apiyawo Arishnu Unudnu Wawaam, Apiyawo kakakanda no among. Ununod no wawaam, makuan so tawo ama saray. Uyara naam, naman katupusan a masawod no pangaapan. 请神明开示，我儿子阿明在吸毒，该怎么办？不用烦恼，只要一通电话就会有人来帮忙。什么电话？就是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戒毒成功专线。毒品有这么好戒吗？虽然不好戒，但是只要有决心，防治中心会陪伴你们一起走过戒毒这条路。谢谢你啊！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法务部关心您。什么？我的网购被设定成分期付款？照我的指示去 ATM 解除就可以了。千万别上当！你是？我来教你防诈3绝招，别听他人指示操作。那是要骗你。ATM 只能转出，不能转入。没那么好看。ATM 不能辨识身份。没这么聪明。谢谢你教我防诈3绝招。3大绝招 so easy， 金融诈骗远离你。行政院金管会关心您。原汉融合的创意料理，如何征服老饕的味蕾，并且打造出原住民另一个美食天堂？真的好特别，重点是它很辣。千万别忘喽！每个礼拜5晚间10点，敬请准时收看《前进部落》。4年前，我决心活化淡水河，让大家开开心心，让大人小孩跟河更亲近，让河川更健康、更贴近自然，享受河岸自由自在，生活更轻松，城市更有活力。活化淡水河，实现好生活。喜欢在花丛间寻寻觅觅，是昆虫世界美丽的主角。色彩斑斓的双翅是最轻薄而强韧的彩衣。珍爱自然，让台湾更精彩。
署检测，民众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点让卫生署很担心。他们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是我最大的期望。帮女儿仔细挑选安全无虑的化妆品，我会更放心。伊的身体若勇健，我的心头就安啦。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未来是我们所希望的。支持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让我们的健康更安心、更有保障。其實做都讓呢本對呢對咁樣咯，冇把伊嘛定下加一項一心一項啦，那啥對都三個啦。Makanaka bananan liaga alang uvan tina uli. Jaduna makancap giling betasam tu tiki canga. Tuga satu si mama. Maka tuga ni apa nama patah? Tuga tu patah. Nama itu tu patah. Nama kurang nasuh. Kasar tu ni mak tu patah. Nama tu semutlah. Malakayat kita amasa keru, matia ukeru no taplik. Ipalutsu no pangcah, upa ini no ria, matia uulah ni ina, ama panak kita an emer. Anu tala cua-cua, anu masa mama. Angku rumiat, tani tu iriar kari apa selak. Wawa nuriar kupang cah, oh hayan.2011台北国际书展。千万册好书，年度最精彩的文化盛事，国际馆、综合馆、童书馆、动漫馆邀您一起来参与，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快乐。阅读幸福进行式，2011台北国际书展，2月9号到2月14号，世贸中心123馆。今天科学小园子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赛德克族的古法熏肉哟。我发现这个脂肪啊，都已经变白白的，都变干了。还有好多好玩的实验要让小朋友亲手试试看呢。从生最后到是给它直接在100多度直接烤，完全都不同。这就是我们的食物的一个变化。白白就是跟我们的熏肉一样。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要忘了每周一下午5点半到6点，尽情收看《科学小园子》。欢迎小小探险家来到罗嘎巴用智慧列车。妮卡姐姐要带大家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知识哦。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小神童，或是问也问不倒的厉害 A 咖，那你一定不可以错过这趟奇妙的探索旅程。每周4下午5点到5点半，跟着罗哈巴用一起冒险。